继续来看星宇航空，去年9月才拄就新贵的股票，讲到6月初九为止，股东的人数已经累积到75782个人，创下新高。星宇的董事长张国伟嘛，以星宇股东会纪念品来出奇招。虽然这个通知单讲无纪念品，但是下卡 QR code 这个扫，其实是机票的抵用券，是让股东充满着惊喜。股东会纪念品有800款，是讲这股民上希望收到什么呢？礼券，就是能用的就好，不要说拿到就只能丢掉那种。我们准备做新贵的一个挂牌上市。去年才上新贵的星宇航空股东会商品当然爱无共款。早伫洛杉矶开航的时，大家就真关心星宇会送什么物件给股东。张国伟当时就问讲，北京拢送什么？记者讲是100块的商品券等等。伊讲想要当算，即马股东会果然出奇招。星宇航空股东收到股东开会通知信，看到数部发放纪念品，先别急着丢，因为玄机藏在 QR code 里。用手机扫 QR code 内底有机票的折扣，拍入股东个人的资料，到1000块的折扣金，为9月7日到12月31日，只要为台北出发，无限航点拢会使赌。拿到一样都不会去特别注意那个，就只会看自己的一些基本资料，所以完全没有看到那个 QR code。后来就听到朋友讲，然后看到新闻，有一些新闻、一些资讯出来了，才赶快去翻出来，然后一扫就在，真的有1000，至少有胜于无嘛，所以我觉得还 OK 啦。也是要看 schedule 这样。抵多少钱会有？折抵啊，5000以上吧。其他航空公司送什么物件？中央航空今年无股东的纪念品，去年送超商50块的现金卡。华航今年同款无纪念品，不过逐年拢会发放鼓励的现金、加旅游的折扣等等。敢要买股票，袂当用纪念品来决定。不过这步确实有影，会使促进星宇航空机票的销售论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